半夜隻腳突然抽筋，痛到醒，你以為真係太疲累？錯，呢個可能係你身體發出嘅最後警告，一個你從來冇察覺到嘅沉默殺手，正喺度慢慢偷走你嘅生命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你哋嘅健康管家。哇，頭先個開場係咪嚇到個心都嚟一嚟呢？唔使驚，深呼吸。我知道你可能依家有啲擔心，但呢個就係我哋今日要一齊面對嘅真相。今日我會同大家一齊，好似偵探查案咁，將呢個潛伏喺我哋身邊嘅沉默殺手缺鈣，佢嘅真面目徹底揭開。我會用科學、用數據、用真實個案，向你證明缺鈣點樣慢慢侵蝕緊我哋嘅健康。但係我唔係嚟嚇你，我係嚟救你，因為知識就係力量，而你已經踏出咗第一步。你準備好未啊？首先，俾個震撼數據大家睇睇。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WHO 嘅報告，全球有超過35億人，即係差唔多一半人口，都面臨鈣質攝取不足嘅問題。而情況喺香港更加唔樂觀。有調查顯示，我哋由4歲開始，大部分市民嘅鈣攝取量都遠遠未達到推薦標準。缺鈣絕對唔係老人家嘅專利，更加唔單止係骨質疏鬆咁簡單，佢就好似一個潛伏喺你屋企嘅白蟻，無聲無息，但慢慢咁侵蝕緊你身體每一條梁柱，直到有一日，成間屋轟然倒塌。就好似阿強咁，35歲，一個典型嘅香港都市人，事業有成，有樓有車，有個幸福家庭。佢每個禮拜堅持做 gym， 自問身體唔錯。佢從來冇諗過一個佢完全冇放喺心上嘅小問題，差啲就摧毀佢嘅一切。心臟科名醫江坤俊醫師就一語道破天機。好多人以為鈣只係關骨頭事，但其實我哋血管入邊嗰1%嘅鈣，先係真正掌管生死嘅關鍵。係啊，你冇聽錯，就係呢1%。聽完江醫師嘅專業分析，係咪覺得心口涼咗一截呢？原來我哋日日搏命，唔單止係消耗緊精神，仲可能係消耗緊我哋嘅生命之鈣啊！當呢1%嘅鈣唔夠用，你嘅心臟就會好似一架失控嘅跑車，隨時心悸、心律不正。阿強就係第一個受害者，但呢個只係冰山一角。而家我哋就正式進入今集最得人驚嘅部分——缺鈣嘅9大求救信號。信號1同2，我哋合併講肌肉抽搐與末梢刺麻。你一定試過半夜瞓得好地地，隻腳突然抽筋，痛到成個人彈起。呢個唔係普通嘅疲勞，呢個係一個警號。三軍總醫院骨科嘅花世元醫師話，呢個就係最典型嘅缺鈣警號，因為鈣負責抑制神經肌肉嘅興奮。唔夠鈣，你嘅肌肉就會變得極度敏感，稍微一喐，甚至唔喐都會瘋狂抽搐，就好似一個冇咗司令官嘅軍隊亂咁開火，每一個肌肉纖維都變成咗一個失控嘅士兵，唔聽指揮，瘋狂收縮。除咗抽筋，你隻手隻腳有冇試過無端端覺得好似有幾千隻螞蟻喺度行，麻痹嘅感覺？呢個叫感覺異常，都係因為神經傳導出咗問題。千祈唔好以為只係血氣唔通啊！呢個係你身體發出 SOS 嘅警號。信號3，失眠同埋多夢，成日眼光光等天光，或者成晚發埋啲光怪陸離嘅夢。第二，朝起身仲慘過未瞓。好多人會以為係壓力大，係工作太忙，但係你錯咗。根據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NIH 嘅研究，鈣質係幫助我哋大腦合成褪黑激素嘅重要元素。褪黑激素就係我哋身體嘅睡眠開關。缺鈣會直接影響你嘅睡眠規律，令你嘅大腦神經異常興奮，就好似一部唔識熄掣嘅電視機，成晚雪花閃爍，根本無法進入深層睡眠。你嘅大腦根本無法關機，而呢個會直接影響你嘅免疫系統、新陳代謝，甚至你嘅情緒。長期失眠更會導致抑鬱症。聽到呢度，大家係咪已經嚇到飆晒冷汗呢？頭先講嗰9個求救信號，你又中咗幾多個？1個、3個定係5個以上？如果你中咗超過3個，就真係要立刻提高警覺啦，唔好再當佢哋係普通嘅亞健康問題。
呢啲都係你身體用盡最後力氣向你發出嘅 SOS， 千祈唔好忽略佢啊！信號6同7，皮膚粗糙、痕癢與頻尿，皮膚乾燥，搽幾多 cream 都冇用，可能唔係你保濕做得唔夠，而係身體內部鎖唔住水。鈣質喺我哋皮膚屏障功能入邊扮演重要角色，缺鈣，皮膚就容易敏感、乾燥、痕癢。你會發現你嘅皮膚變得粗糙，好似橙皮咁，而且無論點樣護理都冇改善。至於頻尿，半個鐘就想去廁所，唔一定關你飲得多水事。權威嘅克利夫蘭醫學中心 Cleveland Clinic 指出，低血鈣症會導致你嘅膀胱神經過度敏感，你嘅膀胱會不停向大腦發送錯誤嘅尿急信號，即使你嘅膀胱根本冇裝滿尿，你會發現自己成日都想去廁所，特別係夜晚，尿頻會嚴重影響你嘅睡眠質素。信號8同9係最經典，亦係最致命嘅骨質疏鬆與容易骨折。骨質疏鬆唔會痛，所以被稱為無聲嘅疾病，但佢嘅後果係災難性嘅。你嘅骨頭會喺你唔知情嘅情況下變得好似威化餅咁脆，可能喺巴士上輕輕一挫，或者打個乞嗤，條腰骨就斷咗，你可能會跌倒，然後驚訝地發現你嘅骨頭應聲斷裂。對於老人家嚟講，髖部骨折後1年內嘅死亡率高達20%，呢個唔係誇張，呢個係真實嘅醫學數據。骨折之後，老人家可能需要長期臥床，導致肺炎、血栓等併發症，最終奪走生命。所以骨質疏鬆絕對唔可以睇小。好，拆解完所有恐怖真相，係時候進入最實際嘅部分。我哋可以點樣自救？營養師黃淑慧就為我哋帶嚟咗高鈣食物排行榜。第1名嘅小魚乾，每100克就有成2213毫克鈣，簡直係鈣王之王。但問題嚟啦，你一次食唔食到100克先？所以我哋唔單止要睇含量，仲要睇生物利用率，即係食落肚之後身體吸收到幾多。好似牛奶、乳酪呢啲乳製品，雖然鈣含量唔係最高，但佢哋嘅鈣質好容易被人體吸收。每日飲1到2杯奶已經係一個好好嘅基礎。另外，傳統版豆腐同小豆乾，因為製作過程會加入硫酸鈣，即係石膏，所以都係極好嘅植物性鈣質來源。你食2塊小豆乾就已經有接近400毫克嘅鈣，但係補鈣唔係單打獨鬥嘅，佢需要戰友。頭號戰友就係維他命 D。維他命 D 就好似一把鎖匙，冇咗佢，你腸道吸收鈣質嘅大門根本唔會開。每日曬15分鐘太陽，或者食三文魚、蛋黃、菇類就可以幫到你。睇到呢度，相信大家對缺鈣呢個敵人已經有咗好深入嘅了解。缺鈣唔係一個無法逆轉嘅詛咒，只要我哋肯聆聽身體發出嘅求救信號，從今日起為自己同家人嘅骨骼銀行好好儲值，你就可以親手改寫自己嘅健康命運。如果你覺得今集嘅內容幫到你，就記得 CL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喺下面留言話我知你最想了解邊個健康主題，我哋會為你深入研究。Health Station 你嘅健康加油站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